全人中醫非常着重文化嘅傳承，除咗喺海外義診之外，我哋都積極喺唔同嘅校園推廣中醫藥教育嘅活動。明辯論醫就係其中一個例子。之所以舉辦辯論比賽，係因為中醫嘅核心本來就係辯證論治。我哋唔希望學生只係死背硬背知識，而係透過辯呢個嘅過程，讓佢哋主動去查資料、思考，將中醫同埋現代科學、社會嘅熱點結合起嚟，讓傳統文化真正咁活起來。今屆嘅賽事嘅精彩程度遠超預期，我哋觀察到學生唔只係背書，而係學會咗用中醫嘅腦袋思考。今屆更加設立咗小學組，發現小學生嘅思辨能力都非常之驚人。期望大家從小就喺心中種下一粒種子，對中醫藥嘅傳統文化產生好奇心同埋興趣。好啦，已經嚟到決賽啦，我想同同學講，勝負喺台上邊，收穫就喺你哋身上邊。辯論嘅最高境界唔係話要贏過對手，而係越辯越明。喺台上你哋係辯友，喺台下希望你哋能夠成為中醫藥文化嘅傳播大使。無論最後成績如何，你哋喺準備過程中所學到嘅嘢，都相信係終身受用。大家加油！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於中醫藥發展基金嘅支持。基金一直致力推動中醫藥全方位、高質量同埋高水平發展。因應政府喺上年年底公布中醫藥發展藍圖，基金將持續支持以多元化方式向市民推廣中醫藥知識嘅項目，促進跨界別合作，提升市民對於中醫藥嘅文化自信。明辯論醫係一個好好嘅平台，透過辯論比賽加深同學對於中醫藥嘅認識，訓練同學嘅分析能力、批判思維同埋表達能力。能夠入到決賽，我知道每一位參賽同學都付出咗好大嘅努力。無論稍後比賽結果係點樣樣，都希望你哋享受比賽嘅過程，亦都珍惜同隊友一齊準備同埋成長嘅經歷。你哋今日所展現出嚟嘅知識、邏輯同埋態度，正正就係推動中醫藥未來發展好重要嘅新動力。期待喺決賽見到大家，加油！今次可以由初賽一路過關斬將，順利踏入總決賽，我嘅心情又驚喜又開心。一路以嚟，每一場比賽、每一次訓練都付出咗唔少時間同心機，中途都有緊張同壓力，但亦都靠隊友之間互相鼓勵，一齊堅持落嚟。喺成場賽事入邊，我唔單止提升咗辯論邏輯，仲學識咗好多中醫嘅知識，學會尊重每一位認真比拼嘅對手。賽後鼓勵佢哋，認可佢哋嘅實力。參加今次全港中醫辯論比賽，我真係學習到好多以前唔知道嘅知識。以前我只係覺得中醫就係飲中藥、睇醫生，透過查資料準備辯題。我慢慢了解到中醫入面嘅陰陽、養生，仲有好多古老又有用嘅智慧。原來中醫唔只係治病，仲教我哋好好照顧身體、規律生活。決賽加油！得知道我哋要去會展打比賽嘅時候，當然第一個感覺一定係十分興奮啦。但係後尾可能知道咗原來會展係個咁大嘅地方之後，就可能會令人有啲緊張。特別係去到嗰度，可能有好多家長啊、教練、評判，甚至支持者嚟睇我哋比賽。仲要我哋喺上面要背好晒台詞，演變出嚟俾大家睇。確實係十分緊張，但係希望我哋都可以留下一個美好嘅回憶。我覺得係好興奮啦，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入去會展呢個咁大型嘅場所嗰度比賽啦。同埋我就覺得，因為去會展打比賽都係可能係好多中學生啊或者大學生嘅夢想啦。而我哋而家係，更何況我哋而家只係小學生，所以我都係覺得好榮幸可以去會展打比賽。其實而家出面有好多唔同嘅辯論比賽啦，但係淨係得中醫杯嘅比賽咧，先至可以教到我哋中醫嘅一啲知識嘅。就例如可能有其他嘅比賽啦，都係可能會講一啲價值觀啊等等，但係都係唔會教到我哋中醫嘅知識啦，同埋唔會令到啲學生真係明白到中醫啊，或者係真係會選擇係去睇中醫等等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比賽係好有趣啦，我先至係喺呢個比賽入面可以學識到一啲關於中醫嘅嘢啦。首先好榮幸我哋德亞中辯今年可以晉身決賽啦，亦都好多謝賽會可以俾到會展一個場地俾我哋去作決賽嘅。其實行到嚟呢一步實在離唔開教練啦、老師嘅教導，又或者每一場比賽台上4位隊友一齊嘅配合啦。去到比賽嘅當日，我哋亦都會
盡我哋所能去好好享受會展呢個舞台，希望為觀眾帶一場精彩嘅比賽嘅。恭喜有方，你都踏上咗明辯論醫嘅決賽台板。咁我方都好希望咧能夠喺決賽嗰一日咧同有方上一場精彩嘅辯論比賽。雖然咧比賽嘅勝負咧有時候係殘酷啲噶啦，不過我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到時決賽見啦，拜拜。會展呢個台板咧係我哋4個咁耐以嚟換美球上嘅一個台板，所以第一次要面對咁多人成千人去進行場辯論比賽咧，坦白講好緊張。但係好緊張嘅時候咧，我哋都好開心。點解咧？因為我仲記得嗰陣時簡介會啦，見到原來決賽台板咧係會展最大嘅演講廳，所以我哋嗰一刻決定咗咧，我哋要上呢個台板。而最後經過咗咁多輪嘅比賽，咁多輪努力之後咧，上都好開心。而仲有一個感想就係好感激，要感激賽會去到提供呢個比賽機會俾我哋，去到進行呢場比賽，去將本來中面展現俾大家睇。好感激學校咁多嘢支持我哋，提供咁多資源、咁多班房俾我哋去到進行呢場比賽。要多謝我嘅隊友，經過咁多輪嘅比賽去到準備、揾資料啊等等，雖然有好多阻滯啦，但都唔會氣餒。亦多謝咁多位老師、咁多位教練。經過咁多輪比賽咧，都願意同我哋一齊捱過，去到打到落呢個台板。喺呢一場決賽上面，雖然我係同友方係對手啊，但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喺會展嘅舞台上邊去用中醫去進行呢個比賽，為公眾更快同更多認識到中醫唔同嘅知識，去推動到中醫發展，令公眾更加關注中醫啊。